伊是一位一道的教练。大家好，我叫杨祖雷。看起面色面生呢，哦，无唔对咧，敢若是咧啥咧克里姆哥哥呢？哦，你克里姆哥哥你做迄个带囡仔咧跳舞的带动唱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较早带囡仔跳舞，你敢有跳这？因为我无爱做哥哥之后，我希望转型，要登型啊，跟登型，要登型。嘿，即马登大人啊，登大人，登一个有快呢。我从59公斤登到70公斤，哦，你重量有哪有加就对啊？十几公斤呢。加油啊！好，咱这位选手杨祖雷。哦，他当吼伫咧红麦时阵嘛介绍着吼，以前叫做克里姆哥哥，啊，不过迄是以前的角色啦，以前的角色，即摆伊有一个想要有一个全新的角色，就是咧下岗的男子汉，会当伫咧咱的台湾体能王，逐关拢过啦，当大人啊啦，当大人啊啦！加油啊！哎，我要来插头香，要插头香啊！哦，咱射过咱的香条，抢着头香啊！对。哦，今日伊的加油团嘛，一群人哦，大家拢爱甲伊加油斗战声。哦，金光教练伫咧下骹咧吼，是咱指导。进前的参加的参赛者，啊，互伊看起来伫咧边啊，若替伊加油啊，尔，嘛是互伊一寡这个经验啦。按过一点是伫咧这关失败。对啊，千万唔通甲金光教练共款的。哎呀，金光教练啊！对啦，你要赢，你赢。这是哦，看到没有？快快啦！我看到边啊，金光教练吼，足激动的啦，足激动啊！我都2步过关无？哦，1步过关啊！哦，当然咱第2届要监督的小可的叮当哦，会当是哦，真好真好真好！哦，因为今日女朋友嘛有来看伊比赛，伊嘛今日会使伫遮成功过关，做一个正港的男子汉。哦，交着这个红中一支牌。好，加着啊，即马看讲要哪来？哦，来的时阵爱较细腻的哦。加油！生活清楚。对啦。玉山拼关家。哦，金光教练有够激动的啦。即摆时间3分33秒。休困者，休困者。因为主力甲伊的女朋友吼是做伙运动的，所以呢，可能哦两个人哦对这款要做达成目标的这款的日情哦是相共的。哦，伊嘛是用目裤的方式哦。哇！哦，但是我遮甲看起来，敢若开了小可无够，我要拼一个无？哦，对对对，两支手做伙，两支手。哦，内对外口，内对外口。哎，内对外口。两支手，两支手，先画好再起。来，画好再起。拼一个。一、两、一口开，拼啦！有啦！加油！来，感觉会出来，感觉会出来，伊的这个溃疡小可吼，即摆小可较无。足喘的，足喘的，足喘的，哈！别落，佮拼一个会使落架呢。大家做甲算，一、两、三。啊！来啊！拼一个！Go！ 我唔敢啊！哦，开啦真顶啊，真棒啊啦！我是感觉真无彩，因为我伫咧登玉山的时阵，登到玉山顶的时阵，我的倒手的手指头无力啊，都落落来。我真正是我足希望我会使过关，但是我希望若是后一届有机会，我会使去转来，我一定爱攻顶挑战玉山成功。选手欢迎阮家恁的代表中华，伊专长的运动是电竞跳舞。这就真正日本人啊嘛 I love you，哎呦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，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哦，Thank you。你啥人要穿安尼？因为热血，热血。你介意这个运动吗？介意我在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是看 Sasuke 长大的。哦，我的天灵王呢？真正看Sasuke长大。然后
到了台湾可以玩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老灰亚了。哎，啊未咧，讲中年，咱还个中年咧，嘿，啊你这顶管写这是啥物货啊？这什么意雅都思吗？斯谷是什么？有罗西谷，有罗西谷，哦，那个是吗？是准备比赛可以啦，我把这个脱掉。啊，烫掉蹬掉的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你敢有咧做运動較早？ちっちゃい頃は陸上部、走る陸上部。啊，走路啊，走る陸上部、陸上部。较早细汉的拢是用走的啦。对。哦，走路还遐酷安尼。还要酷，nice。你較早咧練咧走的時陣，走標的時陣，你是安那練的？安那練？学校が遠いの。で、家から走る学校まで行くの。对，3 kilo。3 kilo。3 kilo。毎日哦。毎日走る。陸上部だから走る。因为学校足遠的啦。对。啊，你哪會愛坐巴士？陸上部だから。哦，田径隊啦。老师有规定啦，你袂用坐 bus， 你要用走的啦。哦，大家都用走的。哎啦。今仔日伊的後生有咧，哎呦，來替伊加油。哦，足夠卡哇伊，爸爸加油！干巴爹爹，干巴爹。よろしく。哦，阮艺人目前吼，就是差不多过到这玉山遮，拢无过。无人过关。啊，希望讲你会使有机会爬去你顶头。頑張ります。頑張ります。行くで。加油！好，咱这位选手中华，要照水进前吼，佮大叫一声，哦！第一关的王俊球过去，轻松过关。啊，这中华当然哦是咱艺人的代表，演艺界的代表。今年43岁，伊呢嘛是咱中年后的代表。今日吼，伊的这个后生吼，伫咧边仔吼替伊加油。来到高山海天顶，来看咱中华吼，他都要穿个龟速的这个天空服。哦，跳江哦。哦，这个运动能力真正是袂歹。逐工走几啊公里。但是这个球这个所外的部分，敢小可。哦，射两练，来，还有开身躯的啦。手溜去，手溜。啊，やめて！我唔敢玩啊！ダメ。恥ずかしい。大丈夫。恥ずかしい。看这部的感觉，甲实际上咧耍的感觉有无共款无？我赶快，无共款。我一给路同不但是哦，我以为我可以过。啊，对。啊，对啊，是。感謝。謝謝。